上一集我哋就講咗戰國時期十分有名嘅縱橫家蘇秦，咁今日我哋就嚟講下佢嘅好朋友張儀。相信有好多嘅朋友都記得喺公元前333年嘅時候呢，秦國係派咗佢嘅西首叫做公孫衍，衍生嘅衍，咁係大舉出兵去進擊魏國嘅。咁魏國當時嘅兵力呢，其實都唔弱嘅，有成4萬人咁多。但係呢，亦都俾公孫衍所帶嘅秦國部隊完全咁打敗咗，甚至乎連佢嘅大將龍鼓亦都被俘虜埋，連雕陰呢個地方呢，亦都係俾秦國攻陷。咁秦國大勝之後呢，仲要揚言向東進發。呢個時候呢，蘇秦就擔心啦，如果秦國嘅軍隊殺入去趙國境內呢，係好有可能會破壞咗佢嘅南北合縱同盟計劃嘅。咁蘇秦為咗阻止秦國嘅軍隊，於是乎佢喺一個冇晒其他任何辦法嘅情況之下，就唯有激嬲佢嘅好朋友張儀，就等張儀去投奔到秦國呢邊。張儀呢，佢係魏國人，咁佢同蘇秦呢同屬都係鬼谷子嘅學生。當時喺鬼谷子門下，佢哋一齊去學習縱橫捭闔嘅政治謀略。蘇秦呢，其實一開始亦都好清楚自己嘅能力係不如張儀嘅，但係造化弄人。張儀後來去到各個國家去遊歷，唔單止唔受到欣賞，甚至乎喺楚國仲受到咗困頓添。於是蘇秦就將張儀呢係請到咗趙國，但係呢又故意咁樣去羞辱佢。張儀就好諗唔明啊，覺得又嬲又醜，然之後環顧中原大地，發現咁多個國家之中，就只有秦國先至有力量去打擊趙國。於是乎一氣之下就投奔咗秦國。而蘇秦呢邊呢，就秘密咁樣派咗佢嘅隨從，用大量嘅金錢去幫助張儀。最終喺呢個隨從嘅金元攻勢之下，張儀係得以見到秦國嘅第26任國君嬴氏。呢個嬴氏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嬴氏見到張儀之後大為高興啊，就任命佢為客卿，外籍嘅客卿，因為畢竟佢係魏國人啊嘛。而呢個時候蘇秦嘅隨從就見到張儀已經係安安定定咁喺秦國落咗根啦。於是乎呢，就同張儀告辭去講到，其實我主人蘇秦對秦國將會攻擊趙國呢件事係真係十分之憂慮嘅，因為佢好可能呢係會破壞咗蘇秦所提議嘅南北合縱聯盟。其實我哋主人對你嘅評價好高嘅，所以我主人亦都認為只有張儀你先至可以竊取得到秦國嘅權柄，所以迫於無奈之下就唯有激嬲你，咁樣先可以令你去到秦國。而同時主人亦都要我一定要竭盡所能咁樣幫助你。其實一切都係出於佢嘅苦心㗎咋，張先生。張儀聽到之後恍然大悟啊！哇，原來係咁樣㗎！我連我自己跌咗落蘇秦嘅計謀當中，我都一啲都唔覺。咁睇嚟，反而我同蘇秦相比，真係爭太遠啦。兄弟，麻煩你代我向蘇秦去講一聲多謝。只要有蘇秦在世一日，我張儀定必竭盡全力嘅。去到公元前328年，秦國嘅將領嬴華同埋張儀呢，就係率大軍去攻陷咗魏國嘅邊境城市，叫做濮陽。喺呢個時候，張儀就說服秦王嬴氏，就將濮陽呢個地方呢係還翻俾魏國，並且再將秦國嘅貴族嬴堯，呢個堯呢，就係嗰個三國時期或者叫魏晉時期嘅大書法家鍾繇嘅繇，佢有個仔都好出名嘅，叫做鍾會啊嚇，姓鍾嘅歷史名人唔係好多，呢個大家應該識嘅。咁就講翻公元前328年呢度先嚇。咁並且咧，秦國就再派埋貴族嬴堯，咁就去到魏國去充當人質。然後張儀就對魏王去講啦，其實我哋秦國對你哋魏國都可以叫做恩重如山啦。打完之後都將個城池歸還翻俾你，貴國唔會唔識做啊嘛？咁樣一啲回報都唔俾我哋咩？聽完張儀咁講之後，魏惠王就將上郡15個縣，即係依家陝西省榆林市東南邊魚河鎮周邊呢15個縣，就全部割讓咗俾秦國。張儀翻到秦國之後，秦國就即刻任命咗張儀做宰相啊！從呢件事當中可以睇到，其實魏國自從佢稱王以嚟呢，就不斷咁樣俾西邊嘅秦國係咁搓圓撳扁、挨打受氣，跟住又搏命割地。然之後咧就繼續佢，真係好似玩弄於股掌之中咁樣。當時魏國呢個國家，上至國王，下到文武百官，全部都只不過係一堆酒囊飯袋嚟嘅啫。
去到公元前324年，秦國宰相張儀就率領軍隊又再進擊魏國。咁今次咧就佔領咗郃城呢個地方。嗱，郃城呢個地方咧，其實喺公元前嘅327年，即係幾年之前啦，其實已經係歸還咗俾魏國噶啦。咁今年呢度咧，只不過就係再次攻打翻佢，即係我俾完你之後咧，我就又繼續再打翻你，非常之優秀嚇。1年之後，喺公元前323年，秦國宰相同埋齊國、楚國嘅宰相就喺聶桑呢個地方呢，係舉行咗宰相級別嘅高級會議。嗱，咁聶呢個字呢，要解釋一下，個字比較特別少少，上下結構嘅。咁上邊呢亦分左右，左邊呢就係一個豐富個豐，右邊呢就係一個刀字。咁而下邊呢就係一個牙齒嘅齒。粵語讀音呢就讀作聶，咁同嗰個口字旁一個牙齒個齒嗰個齧齒類動物嘅齧呢係同一個讀音嘅。而具體呢個地方究竟喺邊度呢？依家就冇再記載，到現時呢都係未明確嘅。而又過咗1年之後嘅322年，秦國宰相張儀自從喺聶桑回國之後呢，就被免咗職，因為秦國就派張儀去大梁擔任魏國嘅宰相。咁樣做嘅目的就係企圖可以令魏國去臣服秦國。如果成功咗嘅話，完全就係一個好嘅模板俾其他國家去睇到啦。當然魏國係拒絕咗呢個要求。結果你秦國嘅話呢，即刻發兵進攻，就佔領咗曲沃，即係而家山西省嘅文喜縣；平州，即係而家山西省嘅介休市西邊。並且係對張儀秘密厚贈。其實大家可以睇翻地理形勢，因為黃河以西嘅地區呢，呢度就一早就已經割讓咗俾秦國噶啦。而家秦軍呢係越過黃河，係去到黃河嘅東邊，再深入魏國以前嘅舊都城安邑，即係而家山西省嘅下縣附近，係已經係逐漸咁樣去蠶食緊魏國嘅領土噶啦。咁過咗幾年之後，去到公元前317年，魏國宰相張儀就向當時嘅魏王，當時咧係第2任嘅魏王，叫做魏襄王，叫做魏彘，彘就係子字嘅字。嗱，呢個字嘅祖詞嘅話咧，就係以前清末啦，係有一個名人叫做譚嗣同，就係呢個字啦。嗱，當時張儀就向魏襄王講到啦，魏國嘅土地都唔夠1000里咁大，武裝嘅部隊啲士兵加埋唔夠30萬，而且地勢平坦，又冇高山大河作為險要嘅隘口。其實你可以睇，到處都需要防備，力量就肯定分散啦。邊防軍分別要駐紮喺楚、韓、齊、趙4個國家嘅邊境。其實真正要固守邊防嘅4個邊界咁多，加埋每個邊界都唔夠10萬人。即係唔好介意照直講啊，魏國一早就已經成為咗一個公共戰場。嗱，魏王你睇睇，咁多個國家都曾經締結合縱同盟，組織抗秦陣線，喺衡水係發誓結為兄弟之邦，睇落就係隆重盛大啊，好似真嘅咁樣。但係其實係唔係呢？同一個老豆老母，親兄弟都會為咗爭家產互相廝殺，國家之間再重彈蘇秦當年嘅舊調，結局係注定失敗嘅。呢個就至為明顯，明眼人一睇就知噶啦。嗱，魏王，如果你拒絕臣服秦國，秦國就必定有反應。佢一旦大軍發動起身，喺南邊進攻河外，即係黃河以南嘅地方嚇；喺北邊佔領舁城、兗城、孫祖，再襲擊魏國，控制埋陽晉。如果咁樣嘅狀況之下呢，趙國就唔可以南下，魏國亦都唔可以北上，成個中原地區都俾攔腰斬斷咗一分為二，咁樣仲合乜嘢縱啊？連個縱都唔存在啦！咁樣一嚟，我哋魏國想唔陷入困境都唔得啦！大王啊，大王，真係請你好好三思，考慮下我呢個應對策略。唉，如果你認為我所言冇用嘅，咁就請你准許我辭去我呢個職務啦。魏襄王就俾佢說服咗，宣布退出南北合縱抗秦聯盟，就請張儀去擔任中間人，去同秦國進行和解。就係咁樣，張儀就辭去咗喺魏國嘅宰相職務，就翻到咗秦國，並且係被任用為秦國嘅宰相啦。可以咁講啊嚇，
同一個人可以喺兩個敵對嘅國家入邊呢，都擔任掌握國家命運嘅宰相呢個職務呢，真係好奇怪嘅現象，可以話係戰國時代一個特有嘅政治市場。不過，好似蘇秦、張儀呢一種中環國際嘅智囊級別嘅宰相呢，其實好可能佢都係徒有虛名嘅啫。即係譬如話佢只可以處理一啲譬如話特定嘅外交事務啊，但係如果你話國防軍事內政上面嘅重大決策呢，即係相信佢哋呢啲宰相其實係參與唔到、接觸唔到嘅，因為畢竟都係兩個敵對嘅國家啊嘛。所以呢個現象係喺戰國時期好特別嘅一個市場狀態嚟嘅。今期我哋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嘅話呢，記得唔好孤寒，多啲投幣、點讚、收藏、轉發。大家嘅呢啲操作係可以好有效咁樣將我嘅呢系列影片啦，去推廣到更多人去睇到。咁樣嘅話呢，我哋嘅粵語環境就可以越嚟越好。多謝你嘅支持，下期節目見啦，拜拜。